安利了都两边没有了周年，安利有变作是猜给猜一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动你大游戏。一老外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安利的都两边没有了周年，安利有变作是猜一题，因为两边有火山，因为两边有火水。两边做的太厉害，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升，轻声细语，轻轻猜猜，做的前面动你大游戏。快点啊！我给你先放下来了，这是我刚做的。大队长找你。高照，来，这附近你比较熟，专案小组，请你研究一下杜玉龙可能藏身的地点，你帮我们看一下。找那么久干嘛？你在寻宝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你让他想一下。啊，这里下山都不用经过产业道路，有登山步道可以走，很方便他下山找食物。所以像这些山洞、公寮，都可能是他藏身的地方哦。如果是我，就会这么想。那好，我们分头进行。明天地面组兵分两路，采徒步包围。高照，这附近地形你比较熟，你来负责带队。古恩、阿伟，对，你们俩在山下登山口守着，随时支援。明天清晨，我们上山猎豹。林娜，沈峰还好吗？见面做乜嘅喏？那以前你哪喏？来天顶去恋爱啊！没问题啦，等一下田就赶送到夜哈。阿英记，哎，阿英记，生意变动啊，拜托一下，哦，都动摇诶。刚你先抽一下，来准备下。好。李总榜，哦，你这个不久诶。哦，阿伟啊，哎，坐。无啦，那个片动蛮好做转去诶。你坐一下，爱同伊讲啊。好啦，落来啦。恁咧俩杜玉龙对无？李总榜，副案长莫问李总榜没看到啊，看到你。你莫讲诶，你安尼乌白乱掠人吼，我来讲，你咧好人你知嘛？蛮好你啦，给犯你呢，通缉要犯，不吃你呢。菜椒啊，你唔知啊？诶，恁真正嘛甲杜玉龙掠咧关吼，真正是有天无眼啊！恁遮个吼。当伊是做啥物好代志哦？你唔知，阮遮大大细细拢知。伊咧庄内吼，
阮遮个拢受鬼的温情哦。我甲你讲，伊即届只是要来捡骨，甲伊阿婆有无做一寡代志。你唔好胡白乱掠人啦。是安尼啊，李总爸。啊，他是通缉要犯，准甲老给杀起来啊，又没人做咧七卡给听的。再说，我们只是依法办事而已啊。什么依法办事？法律哦，法律是啥物物件？法律是骗人的，法律真正拢违法啦。去外省行的啊。侬有礼貌呢喏，你本来你妈出头的啦。错啦，还讲安尼啊？打电话分给李总帮的老给带转移的，来总袂总。真唔对啦。嗨啦，这无害啦哈。歹人拢掠。李总嘛，去外省行的。唔只对，啊你掠好。还有咩个讲？错啦，安静。迄杜玉龙会做来一个事情，这样。好人哦，真正掠去关歹人，关无保安哦，逍遥法外。你这唔捌代志，全部好啦，来卖给你妈啦，吼，干你这。我，等下。哎呀，唔得枪哎。苏总，先吃饭嘞。哦，好。不用多聊。苏总，给杜玉荣转来个事情，其他都全做底的。对啊对，你慢点。只会李仲伯啊、阿英记啊，来团哦，了总会当3年，他甲全做底的。你讲得有样哦，记了着哦，迄笔烟呢，较早就滴哦。苏总，你敢不会欠嘿？因咱是亲人呢，照从照下亲都要死的，其他都全做无讲的。咁迄我原本人烧嘿。呀，你就唔知，迄副乡间人对佢嘅看法的。伊个坏人呢，还冇法好讲啊。啊，伊有正义感个伫，不过呢，阿勇个了啥物，本性不坏。虽然从细吼又恶又好斗啊，不过啊，按多年来，佢对乡里啊天书一道，除了你拿钱分给着库建建给人，还建钱本福教庙方孤儿院给。而且迄钱嘅来源无张天天啊，伊所有嘅事啊，他是家都知。苏总，迄讲记了哈，起都鸟面前，你敢要老给杀起来啊？因为迄次法嘅不可能变过去。老弟，小慧，小慧，哎，国文大哥你来了。我今天要上山出任务，如果回不来的话，帮我把这个交给文怡。
这是什么？这是存折还有印件，是我为他存的。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告诉他，里面的钱都是他的。好，我会跟姐讲。国文大哥，你还好吧？看起来怪怪的。我很好。告诉他，这些钱可以完成他的梦想。好，会拿给我姐。我走了。嗯。好来，我加减仔看哦，加减仔要今仔看会到，俗会到哦，哈。老板不在，今天通通乱卖啦哦。不管你是特资会、国务机要会哦，今仔你看到拢真机也有实惠啦哦。好买咯，唔止这啊，阮就问题听听啊。大概你用啥谈好？无重要事情敢唔伫诶？我就唔免爱着吃的哦，唔免哦。看这个啊，头家，看下诶。个有可能嘛个较奇怪的呢无？公花。你甲讲，你甲讲，你甲讲。你刚有看到啥？无啦，我足久无甲阮大联络啊。我唔知啦。安尼你讲啦。先生加减仔看袂歹哦，嘿。哎。叫你甲讲，你搁叫我讲。啊，讲啊。啊是要讲无啊？无啊，伊讲袂离啊，看个人倒伫遐啊，一支穿伫遐倒顶啊，阮两个都看咧足紧张啊，想讲出去买一杯凉的。啊，过来。唔知啦。我唔讲诶。我就转伊就看到伊放下伊个，唔好跳伊个。还有曼尼度钓鱼咯。都给骗了。加减仔看好嘿，是加减仔看嘿。太大太小？太小拿300吧。有啦，杜玉龙啦，你看遐阿勇诶，阿勇哥。杜玉龙。系啊，佢签我全国拿500万。500万。系啊，讲嘛还有做路用的啊。妹，你要不要看看？嘿。想看哪还有曼尼哦。好，一样的哈。好，我夹条啊。好。杨素芳诶，同事张国安。张国安呐，嘿，遐独因斗迄个啊。无可能错嘿。冇，我无可能错啊！细细看2看都太阳样，唔对。有以前，嘿，张国安呐，嘿啊。有以前嘛上过，嘿。佢嗰邊做埋咯。做嘛解啊？我去第2、3大擺都稀稀疏疏。交给你。好。属于一般
不好意思，我们拿茶叶放。那所以说，从中医来的人都是一般来过来。我来。阿弟，唔要来喏？真的？无假的啦，用来谈判还带山来，马该意思啊？阿良哥，咱无等伊来，伊咧停电来。唔係唔係嘅唔係啊，捱做地自己啊！係阿良哥，佢咧台北來嘅，某個事情就唔掂，冇人用。台北來嘅，捱看下下。誒，見過嘛？啊？唔記得咧，送埋啲台嘅本之後睇，有擺冇人改。唔記得。這師傅對台北本來咩都冇干冇啥，又對誒啊！也係唔係做警察，係做啲交係朋友哦。唔過大嫂，阿良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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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喺弄啥事情？冇巴到佢。唔係咱唔強撐嘅，做嘛負擔佢？又免鬧佢啊！但兩件事情冇結婚，冇結婚。按勇講，唔做嘅事情，佢全就唔啲啊！阿勇哥，妹妹，送人做你冇看到。武松係佢詞嘅。阿勇哥，暗度好本來寬度。阿良哥，用不要用變來咯。按用來做啲刺激冇？按用不要。係想唔係條漢嘅，哦，記得，準氣唔講出來，按了就絕對會殺反應。記得冇？啊！起來啦！啊！咩？
请求支援，请求支援！有远景受伤，有远景受伤，我是1号，我是1号。唔想要。眼老都看唔懂的。错了，安尼原谅了吗？全部笑了啦，搞到讲有怕影响好起来。佢大家冇用的啦吼。我也冇清楚啊，警察落去太多，因无对用的事情，我讲到过因，我早了下冇个都讲唔得。 但唔知阮到底係用嘅，我親手機。是少啦，安尼了下應該很穩用嘅。用嚟講啊？ 你個想啊，杜玉榮應該想要留人了為講到條件，故所以呢暫時沒有乜事情嘅。我因咩忙，總冇個杜玉榮會引情報啊！ 咁啲嘅武場唔係杜玉榮治嘅，係啊人呢？有可能啊，冇可能。冇騙，應該自家聽到嘅。唔騙你？騙，係聽到幾兩三啲嘅講法。 我想看下，杜玉榮做乜變來走啊？就我應該老正經嘅事情講出來，係啲咩唔掂樣個啥？我咩講唔輸係送一錢，佢邊有負定？ 我老總唔抗議啊，跟迄日抗議。哪有輸買錢啊？佢哋嘅騙你，佢全做係假嘅呀！聽出來小心啊！愛講係真嘅。唔係真嘅啊？你講係古老。 全部屬實。阿妹。
现在所有的情报都显示黑松是张国恩杀的。只不过阿伟还是坚持张国恩是杜玉荣挟持的。阿伟这个小子一点都没有变，很正直，但是也很容易受骗。 好啉吗？哇，又要按节奏哎！哎，手总歹势啦，唔太敢麻烦啦。歹势嘛该啦。因掠着我，就像伊家人穷养嘛，阿姨嘛该。做个啦，掠好。 就电商较好咧，就杀转来，今日存无业记3年啦，遐派出所就存甲走都买酒，用啥听听诶，哎，局长，你好。听说你醒来了，我就立刻赶过来。怎么样？ 伤势还好吧？还 OK 啊，老爹。我就说嘛，阿伟啊，在台北就很优秀。哎，我都说啊，他是专门等着办着大案子的材料。没想到把他调来乡下休养一下，嘿，居然真的给他碰到大案子了。哎，你看老爹还很照顾你，对不对？臭小子！有没有事？对不起，赶快，请一下医生来，看有没有什么事情。哎呦，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。好，快！老爹，有些事情啊，我是想当面问你。什么事啊？ 那天在山上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哪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在笔录上不都写了吗？我跟国恩2个人在搜查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线索，然后就继续追。后来遇到杜玉荣，就发生枪战，然后国恩是为了救我。笔录我看过了，这些我都知道。 那还有什么好问的？是没有可以说的了，还是你不敢说？阿伟，爹，你不相信我啊？黑松失踪的账册已经找到，账册上的指纹还有内容，张国恩都脱离不了关系。黑松的小弟也已经供称。 最后见到黑松的人，也是张国恩。张国恩和杜玉荣为什么会在同一个时间出现在同一个现场？我们也很想知道真正的理由。阿伟，我不懂你的意思，你讲这些事情我不晓得。我们有理由怀疑。 张国恩和杜玉荣是一伙的，更有理由怀疑张国恩和杜玉荣是在演苦肉计，是在争取逃亡的时间。这怎么可能嘛，老爹？你想想看，国恩都已经被挟持了，怎么可能还会是一伙的？那你把详细情形说清楚一点呢？ 我只能说，国恩跟杜玉荣绝对不是同一伙的。再说，国恩现在被挟持，他处境非常危险，他很需要我们警察同仁的帮忙。好了，我现在不逼你了。等你想清楚了，你再告诉我啊。
我有事情，我先回去了。嘿，学长要走了。哎，好，麻烦你照顾他了，辛苦啊。好好照顾自己啊，不要让我失望啊。用的呢？无啦，无买啦。你时常电你下出来啊？唔是。你下用完？唔是啊。所长，我通讲，佢总本有深大个。唔对啊。所长，这件事情该做得让人讲啊。但是，因听说我先救阿燕的，其实也都危险的。看讲啊，这种事爱伫个叫个杜玉荣，叫杜半路的。若是通到其他人的量啥啲讲法，还是空伫顺晓的，啊，通到都要促强一下的，啊，通到其量啥啲讲个无从本人事体嘅事情，都咪爱通伫。捡到的啦，做嘛？行捡，起来，做嘛？叫马街，叫马街，啊！屌你的！想要死啊！起来啦！啊！放起来啦！行好着的啦，起来！看到给父的吗？故意啊！做嘛啦？起来！老爹，你们现在还不确定张国文涉案的情形，我们就要攻坚三餐，这样会不会太……佳琪，进来，听我讲。坐。佳琪，张国恩的涉案情形是机密，封锁消息就是为了要误导杜玉忠。你讲话小心一点。对不起，老爹。我只是怕我们的行动逼急了杜玉荣，会对张国恩不利。他暂时不会渡张国恩的。杜玉荣，他现在以为我们警方已经乖乖的接受他的条件，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掌握一切。只要杜玉荣以为自己手上握的是一张牌，
他就会持续的跟警方谈判，否则这里他熟门熟路的，我们哪里斗得过他？不趁他毫无防备的时候攻上山，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阿伟说过，张伯恩跟杜玉荣根本就不是同谋。你不要管阿伟他说什么，这小子重义气，这段时间的相处啊，已经让他丧失了判断的能力了。那难道说我们就不管张伯恩的死活吗？哎，我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但是你也不要忘了，张伯恩是有罪的，他杀了黑松。可是我不会让个有罪的警察坏了整个大局。杜玉荣这个枪击要犯，一天不抓到，伤害就会变得更大。哦，还有，绝对不要让阿伟知道这个消息哦，否则他贸然的跑上山，会坏事的，知道吗？是的，知道。没事的话，我先出去了。好，要记得我的话哦。辛苦。阿伟，你出院才几天啊，就跑出来玩？我肚子饿了，陪我去吃个饭。我今天来的时候看到专案小组的车停在外面，是不是已经开始攻坚？现在上面到底打算跟杜玉荣怎么抢？国文没事。你放心，老爹跟我们保证，他不会放弃国恩的。可是我到现在都还没收到通知哎。你受伤了嘛？上面希望你多休息一下。佳琪，这次行动室没有我，我已经好了差不多，可以行动了。国恩是调杜玉荣出来的，我们都怕你感情用事。阿伟，那国恩呢？国恩的生死怎么办？你也知道国恩他有涉案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跟杜玉荣之间的关系。你这个够马 K 啊！为什么连你都这样想啊？阿伟，
妹。 回忆，可以跟你聊一聊吗？你相信爱情吗？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，小时候。 我爸为了训练我们很坚强，所以都不准我们开灯睡觉。所以以前常常幻想，是不是可以有一个人帮我把房间的灯打开？那我是你的灯吗？他跟我以前是男女朋友。 不过那已经过去了。我现在的男朋友是他以前的学长。半年前，他学长因公殉职。如果没有阿伟的话，我真不知道怎么度过那些日子。 我希望阿伟是我的灯，你也会找到你的。谢谢。神梦也下决定到警察学校毕业转来，唔得继续保有决定，唔但唱身体要康健，马路中哎，老周也不好了，
通我为亚洲地方做亲好、亲泰的贡献。